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来祷告，我们要来专心合意，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。阿们吗？愿今天晚上的喜乐从上到下流到你的心中，流到你的家庭，流到你的职场，流到你所到的地方。让我们一起来开口说：喜乐河流来充满我，充满我。喜乐河流来充满我，生命泉源来浇灌我，有你同行，不再惧怕，无论何处，紧紧跟随。我从头再一次喜乐河流，喜乐河流来充满我，生命泉源来浇灌我，有你同行，不再惧怕，无论何处，紧紧跟随。我要walk in the river， 我要jump in the river， 我要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。我们要走入神的灵当中。我要walk in the river， 我要jump in the river， 我要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。我们要来宣告我们的神，我们一起要来读今天的经文。我们要来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撒母耳记下7章22节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多么伟大，没有能跟你相比的。我们一向知道，除了你，没有其他的上帝。是的，你经历在这一周，你经历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，让我们说出我们的神的伟大。哈利路亚！主耶稣，你是伟大的主，你是作王掌权的主，你是在风暴当中仍然掌权的神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不是因为你需要，是我们需要赞美你。因为当我们开口来赞美你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谁的。因为主啊，我们属你，你也属我们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让我们再一次在赞美、在敬拜当中经历神你与我们的同在。主啊，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耶稣啊，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在暴风中仍然掌权的主。主啊，不论我们身处在何地，当我们开口来赞美你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向你打开，我们的眼目就向你来打开。主啊，你是伟大的神，你的美妙是述说不尽的。我们只能够用我们的言语，用我们的心灵，能够来赞美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得着这个赞美的福分，乃是从你而来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感谢你。让我们一起再来说，我要走入神的里面。我要walk in the river， 我要jump in the river， 我要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。我要walk in the river， 我要jump in the river， 我要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在你的爱里面。主啊，你要我们去哪里，我们就跟着你去哪里。因为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让我们来紧紧的跟随你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跟你走。主，你跟我走，往普天下走，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。主，我跟你走，往普天下走，死亦永不紧紧跟你走。因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有你跟着我，我害怕什么？
启我们的眼，开启我的眼，星星的双眼，看那天使天君在身边，塑造我的心，甜美的聆听，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。我们一起来说，你是万王之王，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万主之主。有你跟着我，我害怕什么？因你战胜死亡，大胜君王，这信心的路我永不会动。主，我们要说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，主啊，你是战胜死亡的主，所以给我们有盼望，给我们胆量，能够迈向你给我们的未来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开启我们信心的眼睛。感谢你，让我们看到永恒的盼望。所以，即使有困难、有患难，我们依然坚定地跟你走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弟兄姐妹们，要感谢什么？这位神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让你经历了什么？你要向他感谢什么？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哦，一起来。至高的上主啊，唯有你是上帝，你永远信守你的诺言，你对我做了这样奇妙的应许。现在求你乐意赐福给我的后代，使他们继续享受你的恩惠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已经应许了，愿你永远恩待我的后代。这位神是愿意赐福、承诺，然后他是信实的神哦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敬拜他、敬畏他，他施恩给我们直到几代、千代哦，是好久的哦。所以我们要感谢神，因着他的应许，我们能够享受在他的福分里面哦。因为他的恩典，所以我们不只是我们这一代，我们也要努力，让我们下一代，让我们在下一代，每一代都是应许的后代，都是蒙福的后代，都是被上帝恩待的后代。开我们的口，我们一起来感谢这位应许承诺的主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应许你的福分直到永远。你应许你的慈爱直到万代，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要称颂你，因为你施恩给我们，你施恩要给我们的后代。主，我们要宣告，你是信实的主，你是慈爱的主。主啊，你是带领我们，你是给我们永恒盼望的主。主啊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给我们生命气息，因为你给我们信心，因为你给我们供应，因为你给我们指引我们前面的路。主啊，谢谢主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着你的慈爱，使我们能面对我们的患难；因着你的信实，使我们对永恒有盼望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知道你是施恩的主，不管是我们或是我们的后代，你都定义要永远赐福，这是你的承诺。主，这是你的信实。愿我们能够进入到神你的应许里面，愿我们都能够遵守神你的诫命，因为顺服就蒙福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。主啊，将你的平安再次赏赐在我们当中，将你的应许成就也实现在我们当中。我们将同心合意感谢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我们再来说，你是万主之主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有你跟着我，我害怕什么？因你战胜死亡，得胜君王，
谢谢你，谢谢你开启了我们信心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主啊，你对我们是爱，因为你的爱让我们的人生有了希望。让我们再一次从我们的内心，我们将我们自己对神的爱，我们来唱出来。人讲这人生，亲像做眠梦，透早困，醒着拢无半项。虽然人有心，世间人无情，只有看破真多空。有主来听透，虽然山这路无希望，不免嘴冤痛，不免心叮当，不免心酸过目眶。阮的阿爸，阮感谢你。若毋是你，
那不是你去做，阮这个去做的人就空空着我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互阮知阮有一个瓦靠。虽然阮是散车人，但是阮有希望。虽然有真侪人甲阮讲，毋免怨叹，毋免心沉重，毋免心酸，搁目眶红，总是你知阮的心。特别这个时刻，你知阮心真沉重。不管是阮个人，也是伫教会，阮的积分，也是伫阮公司。阮所做的工课，主啊，你知，阮所承受的，阮的心情，总是主，阮感谢你，你透过基督，透过阮众人伫你的面前的基督会，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，互阮真知影主。你是阮生命中的主，你要拍开阮心内的门窗，互阮顶头先得到透放，互阮的心得到开阔。因为你互阮有一个机会，阮会当来你来认罪，就是阮无合下你旨意的生活，我们的心。没有贴近你，主啊，当我们的心跟你的心不对称，没有办法完全贴上的时候，主，那就是我们得罪了你。当我们无法跟你心贴心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没有办法放心。主，你也不会对我们放心，但你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能够重新开始。谢谢你。总是给我们这个机会，我们献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个时，咱们来看上帝话，因为我们咱们恳求圣神来光照咱，咱的心跟上帝的心是不是有相搭？搭会捌袂？我们跟神的心贴得合吗？贴得密吗？还是我们跟神的心贴的是不对称，有那个空缺？刚才尤牧师说，我们顺服，我们就能够蒙福。但从顺服到蒙福的路，我们有很多的不舒服。这是年轻的世谦牧师常常跟我们提醒，不是吗？对，因为我们有太多，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去认识这位神，我们去祷告，以至于我们做很多的决定，我们做出来的没有办法贴近神的心，我们没有办法合神心意。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，以致我们可以来回转归向神，贴近神。我们来读下面的这个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请。大卫王进了圣幕，到上主面前坐下祷告说：至高的上主啊，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我真不配的，我的家族也不配。可是至高的上主啊，你赐给我更多，甚至应许在未来的岁月要恩待我的子孙。至高的上主啊，难道这是人所常见的事吗？不常见，确实这不是人所常见的，只有神的恩典才有办法。刚才我们在感恩当中，我们不是也感恩这位神要赐福给我们几代？但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是难过的。我们的信仰到第3代、第4代、第5代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难道是我们的神不信实吗？难道我们的神不是守约？是吗？不是，当然不是，是我们这个人。神跟我们约定，我们没有按照神的约定。从刚才我们的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前面大卫很好意、好心，他要为这位上主盖圣殿，他的心是好的，但问题没有贴近神，因为他从自己的想法出发。
这位神说不，我没有住在人的殿，即便有，也不是你来盖，但是我要跟你立约。大卫听到这些话，他没有说你看不起我，你根本没有尊重我的想法，你不是给我自主吗？没有。这位大卫他怎么回答？音乐牧师来读：主耶和华，你本为大，照我耳中听见，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别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的神拒绝我们，当我们的神拒绝我们的好意，我们的心要贴近神的心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感觉被神拒绝。请我们不要先下这样的论定，我们先好不好先到神的面前。大卫他怎么说？主耶和华，他这一路上哦，今天这个经文之后，我们好好去读，他称了几次主耶和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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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耶和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觉得神没有按照我们心意的时候，我们就来颂赞我们的神，然后我们跟神说：主啊，我是什么人，你竟然这么爱我？主啊，我是谁？在18节说：主啊，至高上主啊，你为我所做的，我真是不配，我的家族也不配。和合本说：主耶和华，我是谁？我是谁啊？阮家是算什么？你竟然这样听我，到这个地步。主耶和华，这在你眼中看微小，但你应许给我。主耶和华，我还有什么可以对你说的？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。在这一段经文7章后面讲了几次，主你的仆人，你的仆人，你的仆人，你的仆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也称我们是神的仆人，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听主人的话啊？千万不要我们自己做主，好吗？这是我们要悔改的。10节第1节说什么？除你以外，但我们却把我们自己看成主啊！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看成主的仆人，好不好？我们到神的面前，向神来认罪，恳求主来光照我们。我们好好的对焦于神，我们好好的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、5次，在这里大卫说了几次：主，我是你的仆人。好吧，我们这段时间，我们也把每一件事情想起来，说：主啊，对不起，主你是主人，我是仆人。主啊，这件事情，主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光照我，主，我要悔改。主你是主，我是你的仆人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口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来向神来认罪，求神来光照我们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今天再次提醒，主啊，我们透过大卫，我们知道，主除你以外，主我们不能再有别的比你更重要的。主除你以外，我们心里不能有别的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。主啊，你给我们自由意志，但我们却看自己比这些更大。主啊，我们却把我们自己在第一位。主，求神你赦免我们。主啊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主，我是谁？我在教会算什么？主啊，这个教会是属于你的。主啊，我们要说，主，愿你来掌权。主啊，愿你尊主为大。主，谢谢你。主，仰望你。主，我们都是你的仆人。主啊，仆人就是要听你。主啊，愿我们说，主啊，仆人在这里。主，我们静听。主，我们听你的心意。主啊，你本为大。主啊，照我们所知道的，主没有人可以比你的，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，我们生命中没有别的主。主，求神你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。谢谢你给我们再次的机会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再一次透过大卫他的这个祷告，说主你本为大。主，我们也要这样祷告，主你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。我们偶尔，我们或许常常，或许我们总是尊自己为大，自私自利，自以为是。
我们已经远离你的心，我们却还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为了神的教会，我们是为了你的名缘故，我们是为了你耶，主，恳求主你赦免我们。谢谢你今天光照我们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我们就要听主你的声音。谢谢你再次给我们机会，你赦免我们过去一切悖逆、自以为是，我们以自己出发，看我们自己为大的，求你赦免。我们也从今天开始，从此时此刻，我们再次立志说：主，你本为大，主，我们要尊主为大，除你以外，别无别的主人，别无别的神。让我们再次坚定地说：主啊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主，愿我们所做的和你仆人该有的那位分，愿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你有用的器皿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重新给我们机会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我们要来为肢体的身心灵祷告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说，顺服就蒙福。我很喜欢说，顺服一定会不舒服，因为如果我们的顺服是我完全不用费力的，完全的跟我想象一致的话，我想我们大概都不需要学顺服。那为什么会不舒服呢？我很喜欢用那个运动来分享哦。我觉得祷告其实也很像这样，特别我们当中，如果你对祷告不是很认识的，我们有一个运动叫做这个俯卧撑，如果有撑过的都知道，1分钟已经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好，撑2分钟，撑3分钟，撑5分钟，好，然后在那个撑的当中，请问大家舒服吗？有没有人俯卧撑很舒服的？可以来教我一下怎样很舒服？就在那个不舒服的里面，那个练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？酸痛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开始觉得肚子有点硬硬的啊，开始觉得腿开始有力气啦。奇怪，原来那个肌少症怎么就越来越没那么严重了？原来那个坐姿呢，就是怎么样做，看起来就是一个不舒服的姿势，怎么越来越有力气了？祷告也像这样我们的顺服也像这样但重点是你顺服谁？你顺服谁？我们的顺服如果方向是正确的时候，我相信即使我们不舒服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领受的是永恒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要来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，为我们肢体的身心灵来祷告，也就是为我们这个信仰群体，盼望我们这个信仰群体在每一次的祷告会里面，我们是被主像是在锻炼一样，像是在做属灵的俯卧撑一样，我们在预备自己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：那爱惜自己生命的，要丧失生命；愿意牺牲自己在这世上的生命的，反而要保存这生命到永生。这在讲的生命，好像是我们知道的生命，可是却也是我们还不认识的生命。是什么样的生命？是我们正在学习经历的生命，是永生的生命，是那个不断被锻炼过后好像重生的生命，是那个原来肌无力、肌少症，结果属灵肌肉越来越强壮的生命。我们要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：我们的祷告主早就都知道，那我们为什么要祷告？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主真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为我们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在祷告的是一个不可逆的事实，譬如说失智症，譬如说已经过世了，那我们要祷告什么？我们要祷告在这当中
真实领受那永生的生命，真实的锻炼那个在属灵里面的敏锐，让我们来领受主所赐的产业，让我们的生命在身心灵真实得到自由，不被我们的限制来困住，不被我们的缺乏来困住，而是我们依靠主，我们为我们的肢体、我们的身心灵来祷告的时候，不只是求健康，我们更要求神的同在，我们更要求神的供应，我们更要求神的引领。我们一起开口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身心灵有需要的，不管他是病痛，不管他现在是心灵窘迫，不管他现在是心情忧伤，不管他现在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，我们要求神帮助他，使他生命真的强壮起来，使他的生命被安慰、被造就、被建造起来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你的心意是要拯救每一个人，你的心意是要建造每一个人。主，你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就像在锻炼生命一样，在锻炼那个能够强壮起来的生命。面对各样的境况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有从你来的智慧来面对，我们开始有从你来的能力来面对，我们开始有从你的话语来回应，我们开始有从你来的手和脚来行动。谢谢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为我们身心灵祷告的时候，为我们肢体身心灵祷告的时候，主你就在我们当中做那奇事，做那使人得着益处的事，是做那使人得着生命的事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说相信的就来领受，相信的就要来经历，相信的就要来回应。谢谢你预备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跟信心，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预备我们。主啊，你的心意就是定义要赏赐我们永生的生命，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只看见这世上的生命，我们只看见这短暂的人生，但我们忘记了主啊，你赏赐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生命，你赏赐给我们的是那个身心灵要在主里面得自由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宣告，主啊，靠着你的恩典，靠着从你来的信实，我们才有饶恕的能力，我们有饶恕的机会，我们有饶恕的这样的一个选择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为我们当中身心灵正在经历软弱的、正在经历缺乏的弟兄姐妹来祷告。主，你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在这里只是祷告说主让我平安而已，不是在这里祷告说主啊让这些事都不会发生而已。主啊，你让我们在这里的祷告是祷告我们有能力来回应，主啊是祷告我们有话语来回应。主啊，你让我们在这里是祷告我们的生命知道方向在哪里，知道那个脚步怎么走，知道怎么样把自己锻炼起来，成为一个强壮的人，成为一个在身心灵里面健壮的人，因为这也是主你的心意，透过保罗所说的。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里的聚集，每一次的祷告，主你就再次提醒我们，你就再次坚固我们，主你就再次建造我们。你的心意是要每一个人都来经历，不仅是得救，更是要在主里来得胜。谢谢你爱我们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要持续来祷告，所以我们要来为我们的国家祷告。在讲这个国家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想到国度观。国度观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是主导文，但你知道我们的耶稣其实有讲过什么叫国度吗？他其实有提过他的国度在哪里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哦，请。耶稣说：“我的国度不属这世界。如果我的国度属这世界，我的臣民一定为我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落在犹太人手里。不，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。”跟随他的门徒们很好奇，很想知道耶稣，你说你是弥赛亚，你要带我们去哪里？耶稣告诉他们。因为他们对弥赛亚的概念就是他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国度，他会带来一个得胜的国度。他们在想象耶稣带来的国度是美国吗？是中国吗？是台湾吗？耶稣的回应很奇妙，他这样回应。所以我们要来为我们的国家，来为国度来祷告的时候，请问我们到底要祷告哪一个国度？我们是要回应哪一个国度？我们正在活在哪一个国度当中？我们在这里，我想我们在祷告的
可能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国家，国家与国家之间，但我们都知道，国家这件事情都会过去。再怎么厉害的国家，它就算撑了1、2千年，它有一天也会不见。然而，我们的耶稣带来的国度，却是跨越文化、跨越国家与国家之间，跨越所有的争议和战争的困境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来祷告，是耶稣你的国度降临。我们要来祷告，我们的执政在野的党政有更广阔的视野，愿意与主来同行，就是活出那公义、怜悯，带领人的心真的走在那个信实的道路上面。我们也为百姓灵魂苏醒，有机会来认识神来祷告。我们也为现在还正在救灾哦，还正在这个南投灾后的重建，还有其实不只是台湾，其实在旁边的国家也有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，真的是遇到什么百年大水啊，遇到很多的灾害，求主来真的是掌权在其中。我们也为剧烈的天气、选举的文化，我们看到每一天的新闻都在报道。我们为物价的飙涨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感。不仅是台湾，在整个世界都是。我们看见通货膨胀所带来那个贫富差距是更剧烈的，恳求主来掌权在其中，让人的治理是有智慧的。我们为暴力横行、性骚扰议题来祷告，求主带领我们活出从他来的尊重，从他来的心意。我们一起开口，我们要来为国家来祷告，为台湾这块土地来祷告，为你心里想到的那个国度来祷告，为我们的这四周的这个邻国来祷告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你说你不属这世界，主啊，你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仅是为眼前我们看见的这些国家来祷告，我们更是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那最重要的国度是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那个属于主你价值观的国度降临，愿那个带来和好、带来和平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使我们的心谦卑的来领受你的心意，使我们的心真实认识你的公义。使我们每一次在回应的时候，我们要走在你的心意当中，帮助我们、教导我们、提醒我们、训诫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如此。我们也为执政掌权者来祷告，他们真的是需要从你来的智慧，以至于他们在所有的判断里面，不是带着恐惧跟害怕，而是带着公义和信实。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在这里来经历。主，谢谢你预备我们，这样祷告奉圣洁公义的阿爸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，让我们得了儿女的位分。主，但我们常常忘记了主耶稣基督所说了，你已经赐给我们践踏蛇与那虫与那蝎子的权柄。主，我们常常忘记，我们可以用祷告、祈求、感谢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向你恳求，来为我们的执政掌权者祷告。主啊，这是属你圣洁国度祭司尊君的祭司的权柄，我们常常忘记了。但主，谢谢你圣灵提醒我们，借着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可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因着你的恩典怜悯，特别帮助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执政掌权者，真正是那行公义、好怜悯的。主啊，因为我们在经济的重担中，在风灾当中，有许许多多的人民，他们经济受到的危害，特别是那些弱势的。主啊，你说你是孤儿寡母的父，主，你怜悯这些孤儿寡母，因为他们在经济的重担当中，在苦难当中，如同没有牧人的羊，他们在寻求一个生命的保护、生命的保障。但主，他们若不认识主耶稣基督，他们就像在黑暗当中看不见光。主啊，但你是那真光，
你带来希望，你带来盼望。求你帮助属神国度在台湾这个岛上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，都起来征战，起来祷告，为了这群主你要牧养的羊来祷告，来征战。让我们将这些被掳的人能够掳回。主啊，有许许多多在其他的国家当中，特别是在夏威夷有这些大火，或在世上有许许多多天气的变动，许许多多人遭受天气的变动所造成的伤害。主啊，这都不是从你来的，是从人罪来的。主啊，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没有管理好你所赏赐给我们这片美丽的地球。求你让每一个看见这些天灾人祸战争，这些属神国度的子民，我们起来祷告，我们起来征战，我们来回应主你给我们的心意。因为主你说人没有意向，我们就会放肆。我们若找不到那生命的次序，没有对准你的心意，我们就会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行。口里说敬畏你，心却远离你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让属神国度的每一个都起来祷告，按照你给我们的权柄祷告，知道我们的祷告可以翻动你的手，可以让你来改变我们台湾的命运，改变世界的命运。主啊，因为你掌权。主啊，我特别在我的祷告当中，到最后要用你给我的话语来宣告。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他名称奇妙策士，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，并成就这事。父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台湾，成就在属神的国度的世界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当中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哈利路亚！赞美我主耶稣基督，赞美我父我王，亲爱的圣灵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阿们。我们要接着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，为我们的这个信仰群体来祷告。特别在暑期会有很多社区的朋友，会有很多这接触社区朋友的经验，不管什么年龄层哦。最近呢，我很常在探访，不管是探访认识很久的，探访新来的，探访很久没有见到的，我都发现了很多新的事情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们要来为教会祷告什么呢？我们要为教会面对到这些我们好像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的时候，我们有从他来的眼光。我们一起来读这2段经文，请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既然上帝这样怜恤我们，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，专心侍奉他，蒙他喜悦。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敬拜。不要被这世界同化，要让上帝改造你们，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，好明察什么是他的旨意，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。好明察他什么是他的旨意，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，也就是不只是良善完全而已，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天父的旨意。教会，我们知道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吗？我想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称自己是教会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，就是新的我已经开始了。新的我已经开始了，那我们有活出那新的我吗？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哦。不管我们信主几年哦，不管我们拥有什么样的观念，有什么样的组织架构，我们其实都一直在被主来带领跟挑战，突破我们自己旧有的，要一直走向新的。虽然我们不一定适应，甚至我们不会觉得舒服，然而我们的主却是在其中掌权的。
所以当我们要为教会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意，更新我们的礼拜，更是更新我们对主的那个敬拜。求主来帮助我们在小组的关怀牧养、栽培领袖，还有这一系列的这个社区的活动。下个礼拜有 Passion 的青年营也要开始，这是在这个暑假里面我们在这个周六还有这个桌球班的比赛。然后我们还有在暑期这些儿少青不管是这个阿嘎培的同学会，还是之后继续会有的这些特别的主日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教会活出他的心意。他的心意就是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。我们不是在追想过去的事，也不是在数算过去的纪念碑，而是我们在创造平台，我们在建立关系，我们在努力传福音，让人的心真实来认识使人心意更新的主。我们这个时候一起开口，为教会来祷告，为这个信仰群体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你爱我们的心意远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认识。主，你爱我们的心意，使我每次在祷告的时候，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，来到聚会的时候，在小组的时候，在各样的一个教会的空间的时候，我们因着认识你的心意，我们就在其中被更新。主啊，你要我们不再追想过去，不再只是数算过去，而是每一天都活出新的见证、新的气息。谢谢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群体，成为我们的支持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随时的连结，成为我们一起走向主同行的天路客。谢谢你爱我们，使我们来寻求你。我们要将我们的教会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你亲自的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查验什么是你那良善、完全可蒙悦纳的心意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谢谢你总是激动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每一次礼拜三你都在这里等着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每一次你都用你的火浇灌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向我们说话。主啊，谢谢你正在做新的事情。主，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事工，主啊，我们竭尽我们人的智慧，在做改变，在做更新，在做设计。但是主啊，我们真的要带到你的面前来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继续引领我们。主，我们真的要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有限。主啊，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是体贴肉体的软弱的。主啊，以至于主啊，就像大卫一样，我们以为我们是在侍奉你，但是我们没有贴近你的心意。主，我们求你让我们不只是侍奉你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寻求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主啊，你说这个是圣洁的。主啊，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只献上我们的时间，主，我们献上，主啊，我们的认知，我们的心意，主啊，我们的决定在你的手上。主啊，好叫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何为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主啊，好叫我们所做出来的圣工，在你面前是圣洁蒙悦纳的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主啊，孩子好像看到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就好像撒迦利亚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是像以赛亚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你荣耀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好像只能说圣哉，圣哉，圣哉。主啊，万军之耶和华，谢谢你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要说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因为你的荣耀已经在开始充满这个殿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因为你的同在是如此的有荣耀。主啊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。主啊，让我们的教会
是成为你满有荣耀的地方。我们每一个事工都满有你的荣耀奇妙的作为在当中。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的诗歌。主，你跟我走，我也要跟你走。一起来拍手。主，你跟我走，往普天下走，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。主，我跟你走，往普天下走，死因有故，紧紧跟你走。一定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有你跟着我，我害怕什么？因你战胜死亡，得胜君王，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。开启我的眼，信心的双眼，看见主的同在和他的保护。开启我的眼，信心的双眼，看那天使天君在身边，塑造我的心，谦卑地聆听，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。一定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有你跟着我，我害怕什么？因你战胜死亡，得胜君王，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。因你是万王之王，因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有你跟着我，我害怕什么？因你战胜死亡，得胜君王，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。这信心的路。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。再来宣告一次，来，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。台上将荣耀归给我们主。主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世人都在怕这一些孤魂野鬼，这些好兄弟，但神你战胜死亡，你给我们有平安，因为你是平安之主。谢谢主，让我们警醒祷告，免得进入到迷惑。谢谢主，让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免得让主的心意我们背离了。让我们用信心来祷告，能够支取你属天的能力。让我们看见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我们的同心是同心在神你的心意里面。主啊，当我们同心在你的心意里面，就没有不能够成就的。除掉我们悖逆的心，除掉我们真的是远离神的心，让我们里面有重新正直的灵。谢谢主，愿我们的祷告上达天听，愿你的恩典降落在我们当中，愿你赐福我们所做的能够凡事顺利，是因着你的慈爱跟怜悯。愿你施恩给大卫的也施恩在我们当中，不管是我们还有我们的后代，
都要成为蒙福的后代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阿们。我们再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彼此来祝福说，愿上帝与你同在。我们请坐。